新闻一开始，先看新北土城一栋7层楼高的社区主体，半暝3点多是熊熊大火，倒伫4楼到7楼这共一口罩有3个人死亡。这消防局咧用可能是正火咧用的这挂草机的电池充电爆炸才会导火，详细过来调查。 面对大火一度炭烧，主体全部烧了，住户想要拍火，暗过大火无拍，反倒愈烧愈旺。我觉得爆炸声可能没那么大声，是大家注意都是有火光，才发现有火灾这样子。消防人员到现场分进一路来拍火，伫真下巷仔布水线向悬的所在压水，发现有住户受困伫只河边，马上架推啊来救人。我家后门出来的时候，他们其实位置已经是站在遮雨棚上面的，爸爸好像还要。 想要再回去的样子，但女儿就是还是把她拉，就是不要叫爸爸不要再进去。顶回事发现场伫新北市土城这7层楼悬的面体已经烧到乌麻麻。13透早3点多，4楼客厅熊熊大火，火势向顶完成，搁向厝楼尾顶破开。 这爸爸甲查某囝被救出来，暗过50多岁太太甲10多岁后生，还佫有查某囝10个朋友，被发现时阵已经无喘气心跳，送医医院救袂倒来。4、5、6楼层啊，它是内积的，这个客厅的一角大概有一些充电的一些锂电池啊。这摆火灾导火点有充电设备，新北市消防局初步判断技术关系用的锂电池。 起电的时阵爆炸引起的。这个事件造成了3个人死亡，我们非常的难过跟痛心。我们同仁因为辛苦，其中有一个同仁因为身体不适也送医。干到最近2年，锂电池火灾已经有191件，消防署分析。 大部分是产品问题、错误使用、加动力、弄掉所造成。台电也指出，真侪唔对的行为，包含充电的时阵无人顾，伫关粉调射所在充电，佫无换老旧破损的充电线。即目这个事故，会调夜中会现场采证，调查详细导火原因。记者综合报道。